默默體驗館今日起開放啦，超多有趣活動等大家嚟玩，歡迎走進默默時光主題體驗館，跟住默默解鎖各式各樣嘅生活場景。呢度還原辦公空間、趣味直播間、澳門旅行專區、美食打卡站，各式原創、文創好物一應俱全。參加互動遊戲仲可以攞到限定禮品。每到週末同埋指定活動日，呢度會舉辦默默見面會、手工 DIY 工坊、繪本共讀活動，滿滿治癒氛圍，打造專屬你嘅快樂澳門遊玩時光。展期由2026年7月10日至2027年1月3日，平日開放中午12點至傍晚6點，週末延長營業至晚上7點。地點就喺議事亭前地利斯大廈，千祈冇錯過。